Hello，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 啊，歡迎翻到嚟澳洲生活投資頻道啊。唔知你有冇試過過去操作一啲基金或者 ETF，好似以下嘅一啲情況呢？例如，你會去參考翻佢哋過往嘅一啲表現，認為之前呢一段時間升得多，你就會繼續去買入去，認為佢之後嘅表現都係會咁好啦。第二，會唔會係你覺得買咗基金同 ETF 呢啲一籃子嘅工具，就會覺得係好分散風險呢？定係發覺原來波動起嚟其實都好強烈嘅喎。第三，有啲朋友可能好勤力去學習咗好多投資嘅技巧，想利用例如技術分析去捕捉一啲買入賣出嘅動作，但係點知發覺應用喺 ETF 嘅上面嘅時候，又好似有啲甩漏喎。其實呢一啲嘅情況都係我接觸過好多唔同投資者同埋客戶喺傾偈嘅時候，發現到佢哋唔小心犯下嘅啲錯誤啊。所以今日呢一集呢，我就喺度想同大家分享4個我喺真實工作，平時亦會遇見好多唔同嘅投資者或者客戶遇到嘅一啲 ETF 嘅使用誤區啊。只要避開呢一啲錯誤，可能你就已經好過好多嘅散戶㗎喇。記住，今集嘅教學分享裏面同過往一樣，冇任何嘅投資建議，但係建議就有一個，記得 like 我哋條片，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同埋介紹俾多啲朋友仔啦。我哋先講一個最多人成日犯錯嘅第一個誤區啦。咁例如啦，好多人會操作一啲美股類型嘅 ETF 啦，尤其是可能因為喺香港過咗去澳洲嘅朋友咧，咁其實因為香港同美國有個港元同美金掛鈎啊嘛，咁所以大家咧就會好習慣直接利用一啲 ETF 去做一啲技術分析啦。咁例如佢哋去到澳洲嘅時候，喺澳洲市場上面都會直接用咗澳洲上市嘅 ETF 去做一啲價格嘅走勢嘅技術分析，例如去揾趨勢啊、突破線啊、唔同嘅形態㗎。咁例如啦，喺我哋常見嘅一啲例子就喺澳洲上市嘅 IYY 啦，或者 SPY 啦，呢啲都係類似追蹤住標普500指數嘅一啲 ETF 啦。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其實呢啲 ETF 喺澳洲上市，佢哋當然係以澳紙計算啦。咁而本身追蹤緊嘅標的物咧，係美股嘅標普500指數喎。所以咧，結果你會出現喺個圖表上面咧，其實喺澳洲上市嘅 ETF 雖然係標普500指數，但係實際上表現緊出嚟係一個美股走勢加埋匯率波動嘅一個組合嘅表現嚟㗎。咁所以咧，可能喺你嘅表現嘅走勢上面咧，會有一啲假突破啊，或者令到誤判咗個情況。因為好似呢一幅圖咁，我就將澳洲嘅 SPY 同美國上市嘅 SPY 拍咗過去呢個1年圖俾大家睇，發覺無論個表現啦，或者喺個走勢上面咧，曾經有段時間都係好大出入嘅喎。最主要嘅就係因為澳元嘅走勢啦，因為澳元同美金冇我哋以過往成日接觸嘅港元同美金係咁 stable 噶，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例如以過去呢1年為例啦。澳紙對於美金咧，其實係貶值咗4%㗎，而中間嘅波動咧，亦會令到你嘅 ETF 個走勢咧，係會出現咗一啲唔同嘅突破位啊，或者一啲走勢嘅奇奇怪怪嘅形態㗎。例如好似呢一個 SPY 為例，喺澳洲嘅 SPY 即係追蹤住標普500指數㗎。我哋喺度睇住幅圖嘅時候，明明右邊呢一度究竟係點畫咧？我就算當覺得呢度有少少似頭肩底，咁究竟我係應該用紅色嚟做頸線啦，定係綠色係嚟做頸線咧？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問號啦。但係當我哋去望翻美股上市嗰隻 SPY 咧，即係佢哋係冇一個匯率風險嘅時候咧，就會好清晰見到呢個頭肩底咧，係個頸線其實係應該跟紅色呢個畫法㗎。同樣地，如果我哋去睇翻標普500指數，就會發現真係喎，冇咗匯率風險嘅美股上市嘅 SPY 係同
而家標普500指數係畫得比較相似㗎。咁所以正確嘅用法，無論你係喺澳洲買緊一啲其他世界嘅指數啊，例如美股啊，甚至歐洲啊，或者你就算係喺香港去嘅投資者買緊其他國家，又係歐洲啊、日本啊，甚至投資澳洲嘅一啲唔同嘅交易工具嘅時候，可能都要去留意翻嗰個匯率嘅走勢對佢嘅技術分析嘅影響啦。因為我哋最重要嘅係要揾翻去追蹤嘅標的物，即係例如好似頭先提到嘅例子，標普500嘅指數嘅 ETF，我哋係應該去參考翻美股或者叫美國上面嘅標普500指數嘅走勢為例，咁樣咧就會更加令到你嘅判斷會去比較準確啦。而另一個好常見嘅錯誤咧，就係只係睇過去嘅一啲表現，例如可能3個月、6個月、1年甚至3年嘅一啲 ETF 嘅表現，覺得邊啲好我就直接買入去啦。就好似呢一幅圖為例，我哋會隨便拎咗過去3年表現得好嘅 annualized return 嘅 ETF 去睇啦。咁大家會見到睇落去好似例如美股嘅 FANG 係好似做得好好喎，咁不如就咁直接去買入去啦。但係原來可能去到今年 YTD 嘅時候，可能會出現一個負10% 嘅倒退嘅情況㗎喎。但係可能曾經有段時間俾人拋棄咗嘅黃金相關嘅 ETF 咧，原來又喺過去呢1年咧，又可以有個好強勁嘅表現喎。咁呢一啲就係我哋會發覺好多唔同嘅朋友，有時會唔小心掛住淨係睇住嗰個主題嘅一啲表現，而忽略咗市場嘅週期。因為市場嘅週期先至會令到我哋去揀一啲啱嗰個環境嘅用法㗎。就算我哋唔止淨係講股票，如果連債券其實都有同樣嘅情況。例如我哋會見到呢一度嘅橙色線就係一啲美國嘅長債啦。咁而另外嘅藍色線就係講緊澳洲嘅一啲相對短少少嘅債啦，就即係7年期嘅。咁但係對比起嚟，可能有段時間大家會覺得，我如果係24年嘅第3季，我用橙色，咁我就一直持有啦，咁就冇所謂。但係原來會倒退嘅喎。但係如果好似我哋以前嘅一啲分享，曾經有段時間應該較低翻嗰個存續期啊，咁跟住啦，可能甚至有啲時間係直情轉翻入去澳洲債咧。其實呢度都有幾個唔同市場嘅劃分嘅時段，你會見到有啲時間橙色表現得好，有啲時間藍色表現得好㗎。所以無論你係投資緊 ETF 嘅股票、ETF 債券嘅 ETF，定係其他類型嘅 ETF，記住報酬或者叫回報，佢都只係反映緊過去市場嘅環境，唔係保證未來嘅表現㗎。所以投資 ETF 咧，其實同樣係需要對於市場週期嘅一啲判斷啦，同埋真係好重要嘅，懂得一個環球資產嘅配置啦。所以啦，我好相信，如果大家有時間嘅時候，其實係應該去約下唔同嘅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做一啲正確嘅一啲分享㗎。嗱，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亦可以去同我去預約一個30分鐘一個輕鬆見面，一個傾下偈，亦可以㗎。咁大家可以撳翻個連結就得㗎啦。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我係少數同時喺澳洲同埋香港有持牌或者資格去協助當地嘅客戶同埋公司進行多元化嘅投資嘅，例如咁多年美股、澳股、SMSF、ETF 等等嘅經驗，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 YouTube 嘅頻道分享翻我咁多年同澳洲、香港華人嘅投資同埋生活經驗㗎。如果你有興趣同我進行1對1嘅面談，可以透過影片下面嘅連結或者頻道內容嘅連結同我預約時間。
而第三個常見嘅誤區咧，就係好多朋友仔其實都好留意到唔應該將所有蛋放喺一個籃裡面，所以佢哋會明白分散風險、資產配置嘅重要。但係可能喺買入去一隻基金同 ETF 裡面，大家都會諗住佢既然都係買咗好多嘢㗎啦，會自帶一個分散風險嘅功能。但係可能其實今時今日有一啲基金同 ETF，表面上佢哋都真係有同你做到一個分散風險，但係可能當中其實個集中度都好高㗎。嗱，我以澳洲上市嘅 IOO，即係 iShares Global 100啦，即係世界100隻股票為例嘅 ETF 啦。其實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咦，佢3月、4月嘅時候，佢個走勢好似同美股一樣咁挫㗎喎。咁點解呢？因為我哋可以留意到啊，如果喺呢隻 ETF 裏面咧，咁見到 IOO 雖然叫做 Global 100啦，但係其實佢嘅持倉裏面，例如我哋睇到右邊，其實而家可能超過70%係美股，真係做到分散風險功能，其實歐洲都唔係佔好多。尤其是我哋又睇下最大嗰10個 holdings，其實好似全部都係美股咁滯喎。呢一個就會令到大家可能睇住一啲 ETF 嘅名，而冇留意到究竟佢裡面嘅持倉嘅時候咧，有時不自覺原來有個好大嘅集中度嘅風險㗎。咁所以我哋要理解到就係 ETF 係一啲工具，唔係代表佢一定幫你做到你想要嘅分散風險嘅。要看清楚睇清楚唔同嘅成分嘅比例、行業嘅集中度，究竟係咪真係有效做到你想要嘅分散功能啦？就正如啦，喺啱啱上一集，我喺度分享澳洲嘅房地產市場嘅時候，都有提到唔同嘅澳洲房地產 ETF 啦。喺呢一張圖上面嘅，或者大家可以睇翻原本嗰集就可以睇大啲啦。咁但係都有一個例子，就係都有講過，例如可能 SLF 同 VAP 可能相對個集中度係好高嘅喎。例如以 SLF 為例，頭5大持倉其實已經超過咗佢50%嘅比例。尤其是第一隻嘅持倉Goodman，咁有成30幾嘅，咁究竟係好定唔好咧？咁呢個可能唔同週期會有受惠同受累嘅情況，但係最大個關鍵係究竟咁樣係咪你想做到嘅分散風險嘅功能咧？呢個係值得三思㗎。而且第四個錯誤咧，就係好多人以為買咗基金啊 ETF 就唔需要理太多嘅。嗱，其實喺投資嘅角度咧，可能係啦，喺操作方面，因為基金經理會幫你打理㗎。咁但係同埋如果就好似頭先提到嘅週期上面個變化，咁其實可能就要你去留意下，究竟你係咪要同你嘅專業嘅人士去同你傾一傾，或者你自己去分析有冇邊啲地方需要打理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啲暗地裏，其實可能自己都要去留意嘅，即係例如每一隻基金或者每一隻 ETF，佢哋個派息嘅時間同頻率都可能唔一致，究竟符唔符合到你嘅現金流咧？呢一樣嘢又要留意啦。另外，你想做一個資產配置嘅時候，究竟有冇諗需唔需要一個環球嘅配置當中，你想有冇一個匯率上面嘅風險咧？呢一啲又可能又係要去理解嘅喎。仲有一啲就可能大家會去見到有一啲基金或者 ETF 會有一啲預扣稅嘅喎，咁究竟又會唔會同你之前嘅預計會有啲落差咧？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下唔同嘅產品嘅說明啦，同埋一啲嘅稅務安排，仲有一啲唔同嘅派息啊，同埋週期嘅情況。但係同樣地，就好似我喺呢一個嘅頻道裏面，好早期曾經拍過一集同大家講，喺澳洲上面，其實你喺生活當中係應該認識好多唔同嘅專業嘅人士，令到你可能做嘢係可以事半功倍㗎。例如好似今集提到嘅內容當中，可能你身邊嘅會計師或者財務策劃師，甚至一啲真係純做專業嘅人士，可能會令到你會做得更加順利㗎。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嘅，你亦可以話我聽，係啦，我亦可以去嘗試去介紹唔同嘅朋友俾你認識㗎。
ETF 係一個低成本、方便嘅一個好好嘅工具嚟㗎，但係要用得聰明、用得精準，呢一個先至會令到你喺資產配置上面做得一個更加好嘅幫手啦。你今日聽到嗰4個錯誤裏面，又有冇邊一啲係你曾經中過嘅呢？甚至原來你唔知道，原來都誤中咗嘅，記得同自己去做一啲 review 同改善下啦。歡迎留言話俾我聽你嘅親身經歷，或者你有啲相關嘅問題，亦可以留言分享話我聽，我可能之後再作一啲跟進㗎。咁同埋，如果想了解更多資產配置同埋市場周期嘅應用啊，同埋澳洲生活上面嘅小知識呢，記得訂閱我哋呢一個頻道啦。而最後嘅，我喺度想同大家開心分享一下嘅，咁就係早幾日啦，我喺澳洲嘅 ASX 嘅 Exchange Square 啦，就再次見到一個幾年前啊喺 ETF 嘅市場好備受尊重 Deborah 啦，咁佢係喺個 ETF 嘅市場上面一直做好多投資者教育，甚至其實我哋喺澳洲啊，都會聽到佢曾經今次喺度分享一啲香港一啲好成功嘅一啲 ETF 嘅個案㗎，所以我希望大家會更加好好利用同善用 ETF 呢一個咁好嘅工具啦。咁今日嘅教學分享到呢度先，多謝晒。多謝你嘅支持啊！記得留言、讚好同埋分享啦。我哋嘅教學分享裡面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所以喺你作出任何嘅決定之前，記住去問返相關嘅持牌人士去攞意見啦。多謝晒。